如何来培养呢？就是爱关心。咱要讲其实，哦，咱来好着，啊，我咱要好其中第四个叫做好。好着就是讲，咱一定爱做善。那么这个善呢，有至善、有大善、有中善、有小善。哦，咱来达到至善，哦，这个善哦。所以人不敢讲，道在过生活。哦，道理的过生活，咱日常中咱就是咧想道理，就是咧培德啊，就是咧培福啊。所以呢，生活之修道，人讲一举手一投足，每一项物件，这个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念啊，每一个思想，拢总爱含用道，中庸之道。哦，孔子咧甲咱提倡讲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之道，咱若法度甲修甲做好势，哦，咱自然就好，哦，咱自然就好。所以呢，咱来透过闻、思、修这三项，咱来听，多听多闻，多看多思考。哦，思就是思考。然后呢，咱透过修的语言，咱怎么甲做出来？才是咧真正咧培育，哦，培育。所以呢，咱一世人爱讲嘅足济善，那么咱善言愈济，咱对伊是愈济。啊，贵人愈济，中间咱趁钱嘅愈济。啊，趁钱愈济，福报就愈济。这是环环相扣的，哦对无？所以呢，咱若用相命的时阵吼，咱拢会啥呢？拢会去迄相命的事，拢甲咱讲，哇，你这个人吼，有天贵人呐，有三衣贵人呐，哦，贵人足济。那么呢，贵人愈济，就是代表讲咱所受贵人，咱加善愈济。哦，啊，所以呢，今仔日咱若善言愈济，人甲咱帮助伊的愈济。所以呢，天天趁钱，话呢，人讲变甲就是唔少趁钱。啊，话呢，唔咧伤命，拢是领导命人钱啊，讲对。哦，这国内的一年，国内福贵真正是差出济呢。啊，这呢，这咱那个，人讲无管，哦，无管。所以呢，人讲今仔日呢，咱来做家己，咱来福贵上修。那么呢，有一句话叫做啥？修福不修慧，大唱鼻烟乐。哦，啊，若修慧不修福，罗汉破空波就对啦。这个意思上做来讲的，就是讲较早这故事可能咱较捌听过，可是我想啊，我是有好啦。这就是一个师兄甲一个师弟。啊，这个师兄呢，伊前世人就是修福尔，无修慧。哦，足济福报，可是无地位哦。那么呢，伊在世中间来出现这一只大象。啊，这只大象呢，有一天哦，国王来去见证，啊，见证拢赢嘛。所以呢，国王非常爱这只大象，伊就甲这只大象甲你甲洗身抚养上好，而且佫来大家呢，林林总总，人讲金银财宝，哦，买落遐物件好，这只大象哦。讲咱人啊，咧挂甲咧珠光宝气安尼就对啦，哦，足水安尼啦。哦，那么呢，这个师弟呢，伊是修慧尔，有地位，可是拢无修福报。哦，是无修福报。那么呢，再来转世时阵出去做人，修道人就对啦。啊，每一天呢，用一个卦，啊，拢去用化缘嘛。啊，这人讲化缘有好有歹个呢，若分10家，我干两家互伊尔啦。所以有哪些是拢差不多风科的较济就对啦。哦，伊个歌拢不是拢空空的哦，对无？那么呢，这个师弟呢，一天经过啥呢？伊是修到啥呢？一个他心通哦，啊，就去到这只大象的身躯，你甲讲安怎呢？师兄，我是你的师弟。哦，啊，你真实人就是我的师兄。啊，你是修福尔，你无修慧。你若我呢，我是修慧尔，我无修福。所以呢，咱两个拢无及格啦。那么这只大象听着咱了后，食袂落呢，总统恍然大悟讲啊，对哦，我一
真世人太甲咧想方面，拢无想伊啊。我若走你大树，我怎么出去做遮大树来？哦，所以呢，即个物件，我讲这底故事是咧甲咱引，甲咱引，即个引诱讲，哦，即个物件是讲，即个是富贵的物件，就是爱双修，因为咱讲富贵是用足准嘛，亲像两骹，一骹前骹，一骹后骹，两骹就是爱变形，哦，爱变形。所以呢，咱富贵，相信爱要求家己只有就是爱改变嘛。那么呢，咱就来讲，咱好讲了嘛吼。那么呢，这地名物件叫做在人生。哦，今仔日咱人地名哦，无共款哦。哦，自由自在，心无挂碍，哦，心无挂碍，拢无挂碍啊。那么呢，就是做对的代志，讲对的话，做对的一些物啊，他了对。哦，都是对的哦。那么呢，叫做思来积极，心中无起任何波浪。人讲思量最不重要，伊就是当下，人讲无多少。迄个你真正意义，意义点尔，对伊任何任何代志咧到我身上，无看无来。哦，然后讲八风吹不动，安者机灵，这叫做地位。所以呢，我听过一句话，伊安怎讲呢？伊讲咱要修福足简单嘞，咱要有讲，只要咱有钱，咱有布施，只要咱有时间，咱随前的就咱今日讲布施，我坐而且布施咱的时间哦，布施咱的体力哦，布施咱的心力哦，啊，搁袂当拄哦，这种是叫做布施呢，对无？咱讲哦，咱就吼，若是真正足爱困，甲困嘛尔无要紧。毋是讲袂使困，伊讲吼，咱若伫咱兜困，叫做啥？昏睡，昏睡啦。到厝咱无讲法困，叫做昏睡。若来不当困呢，这无起特定呢，叫做第四嘛。叫做坐禅啦，如如不动。接下来讲是，我那个啦，时间到，咱来讲是，所以呢，会拄久甲袂拄久拢总无要紧，反正咱一定爱他，一定爱他，哦，所以呢，今仔日呢就是讲，咱要有你着这个地位哦，咱地位其实咱本来逐个拢做过，哦，这就是说甲咱讲先地性。哦，这个菩提发一个基因，本来世人本自有志哦，大家拢做有哦。只因心迷不灵智哦，所以呢，咱必须爱捡到代志，并且来甲咱开启嘛。咱大家拢有智慧啊，拢有发一个基地啊。咱来想啦吼，这边话我刚结束了49年，22天多拢咧讲发这个品，因为谁来讲较久？因为众生太明了，太无知，无知就是无地位嘛，地位就是迄个无知嘛，对无？所以咱本来就有啊，毋过咱砍掉咧，比这个乌门给砍掉咧，咱必须爱这个代志，并且来甲咱开启。那么今仔来听道理，就是讲啥呢？道理听入经过耳哦，咱就爱注听。道理听入经过耳了后，到尾心，心爱想呢。那么心想的时阵，再来到咱的意识，走到意识哦，马上动着啥呢？动着咱的意识了，三界了到位，这道理就走出来哦。那么道理走出来的时阵，地位就怎样？为要走，就要安怎走出来？所以呢，伊也听入咱心爱用心呢，经过咱的思考。动着咱的意识的中间，咱的色，咱也有色嘛，那么这个色伊会分辨讲，这句话是对的哦，这句话是好的哦。那么呢，咱就感觉，道理真正有够赞，有够赞的当下，咱就咱来做这个代志，这咱是真正意义。所
所以修炼咱就是爱有修，爱有修。那么就总的来讲，不修仙，天天不做直接关见的大修对啦。这就是咧讲咱自性问题。其实咱的地位的问题就是安尼，不修仙，伊就是无为。那么咱自性这讲就修无念嘛。咱菩提心嘛，免得修啊，咱本来伊就是免修仙的，假使无善无恶的。无善无恶的啊，天天不做恶，伊哪会做恶？因为伊的伊内心是清清朗朗的，清清楚楚的，非常的明了，非常的了解。这件代志我爱安怎做，是咧应验啊，起码需要是咧说法的。真正圣人讲，唯一不是做伊做就是完全为了啥呢？然后为了众生之利，故意自己来到直接管见门啊！伊是啥呢？毋免搁管这个见门较低的物件，不用，动心不掉，因为他完全都没有执着任何的一丝一分当中。所以呢，真正人训练伊定义结果就是安尼所做就是啥呢？所做就是啥？一定爱做。他们呢，因就是讲伊千万以来要做这工作，所以每一次有变。那么呢，当他们做了登记登记了，咱就千万以来，每一个圣人先就是讲安尼。那么呢，咱就这个咱嘛是共款啊，咱大家就是讲千万以来呢。那么咱去所做的工作嘛是按定义呢，对无？所以呢。我来遮讲一个秘密故事互咱听。有一天呢，这个国王伊想要带一个贤内助，足久的查囡仔，有地位的查囡仔。那么呢，伊就啥呢？伊就广告出去。那么呢，伊就讲，伊讲，我会出3个问题，互恁做参考。那么呢，恁若只要回答出来，我就按家己做好，当做国王的太太对啦。所以呢，足侪大神的查囝啦，好业人的某囝啦，以前水的查囡仔拢总来应征啦。那么这个其中呢，都有一个农家的查囡仔，做新人。那么呢，伊虽然无先做外歹，嘛是水水的，可是呢，真有地位，伊嘛是来应征啦，伊嘛是要来回答问题啊。那么呢，国王就开始出问题伊讲第一个问题。伊讲日出的所在和日落的所在，相距有多远？有偌难？第二个问题，伊讲天和地之间的距离偌远？第三个问题，就是真话甲假话中间距离有偌远？来，咱先来讲这3个问题。来，请问咱各位先生。第一个问题，日头出来，甲日落的时阵，这个距离偌远？咱见到优先。咱敢有知影有啥物人知影答案呢？无人知。我既然遐个，咱我先做的时阵，这啥物人嘛唔知？爱我有影。日头出来，甲日头落山的时阵，这个距离偌远，这啥人都唔知影。可是呢，人偏偏啊，就是家己知影。那么这个农家里呢，就甲这个国王讲就是在1天的时间而已今仔就可以。日头出来，日头就说你一工命嘛，无对啦。来，第二个问题，天和地。距离偌远偌远，多偌远？这个天甲地距离真正太远袂讲啥呢？18000里，其实答案不是这样的。天和地差别多少呢？这个农家里面来讲，
伊就是啥呢？伫咱目睭闭完，目睭闭开起来中间尔。哦，因为天就是龙嘛，地就是阴，伊就是咧记载中用。那么目睭开起来就是阳，目睭闭来都阴。所以呢，如果目睭开起来，甲目睭闭来中间咧气，安尼哪有对？啊，粤语那种对，就是这样而已。那么第三问题呢？真话甲假话中间要故意有王，两耳之间对。我们一直很有智慧。要鼓励一下。因为呢，伊讲放一年听哦，叫做假话。若用两年呢来听真话哦，因为用两年来听叫做啥呢？有认真听。所以咱今仔日听道理，拢爱讲啦，人家听哦，真，若用一年尔，若用一年，出来哦，咱真会着当呢，我对无？所以呢，哦，这个古人非常欢喜，哦，就甲妈妈讲，这个好，这个我要做这个。那么这个皇太后呢，这个古人妈妈讲，这个我不来，因为呢，讲她是农家女，钱拢无够，我当你4倍，伊讲我要搁出3个问题互你，只要这3个问题，甲我会当甲我回答出来，我能够思考一下，我能够考虑一下。所以呢，伊就甲讲，搁出3个问题。伊讲第一就是要找一蕊天下间上介水的花，看啥物花嘛吼。第二就是要找一只天下间上介珍贵的鸟，吼。第三问题就是要找一粒啥呢？有骨头的鸡卵。哦，因妈妈就讲，互你3天的时间。那么这个农家女就讲，唔免到3天，我2天就当开会答。所以呢，第2天伊就来啊，哦，大家认真就是要听着答案嘛。那么呢，咱拢知影天下上水的花叫做什么花？都人知？茉莉花。新的水的花的水。啊，做水的花。新花，哦，新花。新花开。你啊，这是新花，真正是够珍贵的花，对啊。上介水。哦，可是呢，伊咧讲的是怪说叫做牡丹花，台湾话吼。哦，我当然伊在咱我看着就是介水，其实上水是新花。可是呢，这个农家里啊，伊甲讲，我今仔日无摕牡丹花，我拿了一朵棉花，棉仔花。哦，伊讲这个棉仔花，我是安怎来当做是天下上介水的花？因为呢，牡丹花伊一天会下面，可是棉花会当用做棉被呢，会当泡洗，会当做衫织布呢，还会当互人染染色，会当染到安尼多彩多姿红的。红、黄、绿，什么颜色拢总有嘛，是咱人身上是上介水，所以呢，伊就是讲棉花是上介水的花。哦，那么呢，上介珍贵的鸟仔是啥？天堂啊？凤凰。哦，凤凰对，上介珍贵的鸟仔一般就是叫做凤凰。可是呢，伊讲我今仔日答案不是凤凰，我今仔日的答案就是燕子。伊啊，伊讲凤凰哦，对咱认为伊是珍贵名，可是呢，对我们人类无意思啦。伊讲鸟会当来看，甲咱的农作物食汤。所以呢，我认为燕子就是上介珍贵。那么呢，第三个问题，我要找一条有骨头的鸡卵，咱敢有当找？你敢有当？真敢有当找？所以呢，伊即个问题呢，咱讲知影鸡卵，鸡卵内底要有骨头，一定爱安怎？爱富贵嘛，对无？咱即个农家里摕一条富贵的鸡卵来呢？伊讲这就是有形啊，有形就是一定有鸡仔片，有鸡仔片一定就有鸡仔骨，就是有骨头。所以呢，伊我摕一个富贵鸡卵来。哇，这个古王实在是听得太欢喜啊！
甲妈妈讲，哇，唔通说你鸡蛋里挑骨头，我就是要叫这个结婚啊。哦，孙呢，伊讲我今仔日要娶某，我唔是要娶孙，我要娶迄个有地位的，这个叫做智慧。所以呢，咱真正地位就是啥呢？会当分别事理，会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才是真正地位。那么呢，会当断除咱自心中的疑虑，对人事该有健康理解，这是真正地位。这个就是叫做地位。那么呢，咱这个老师讲，地位就是要当互咱识透无常大真相。当咱了解无常的中间呢，咱看下底，伊讲当你明白无常的时阵，咱就袂去张扬，张扬是得意洋洋。今仔日的华丽风光，明日可能是难几场。咱人认为讲哦，今仔日到遮尔咱好，然后很细小人讲，摇摆无落迄个鼓，哦，咱拢有讲即句话嘛。所以呢，咱慢慢讲啊，我今仔做好诶，做好，不一定啊，无一定是安尼。伊讲当你明白无常的中间呢，你就不会悲伤。咱人去问会看到中间呢。伊讲今日的愁云吐惨淡，明日可能是阳光满天的阳光。所以呢，这是叫做无常。所以讲，咱台北美玲，伊个咱拿水开遮侪钱，可是呢，有一天，牛奶，你也看咱人咧老化，咱拢无感觉讲咱的皮肤啦，咱的种种慢慢咧老化，因为咱的细胞逐日在咧老化，哦，瞬间在改变，哦，这就是啥呢？咱细胞咧无常，这叫做无常啊。哦，所以当咱了解无常的中间呢，咱就无感觉讲啥呢？咱就无感觉讲啊，这个叫做无常，咱来讲啊，这叫做正常。哦，所以呢，地位就是真正把咱识透真无常的中间，咱来把真相不变的这实理，咱都来看起来学，哦，看起来学。那么呢，地位呢，我叫做者，我讲生甲死，生甲死敢是无常？是。我来讲，咱迄个陈经理大哥，台北，曾大哥呢，伊72岁，我进前礼拜拜神告别式。那么呢，伊72岁，伊得了喉癌，得了几当咱讲知？30年，30当的喉癌。那么呢，伊得了喉癌的时阵，迄阵差不多伊40岁到50岁时阵，伊到了医疗是一个神呐。那么这个神甲讲安怎呢？这个人，伊讲这个人已经无世间啊啦，可是明明曾大哥就是个伫咧，伊讲啊，毋是这个人个伫咧呢。伊讲这个人相当嘛，佫活动伫咧，就是啥呢？伊个功德非常多，因为做得非常哦，伊个做得非常高。哦，本身伊非常的诚心咧用功一点，这个人到我同个地咧，啊，事实咱迄个曾大哥会使讲非常的诚心，伊吼，伊后来因为咱人也是这个错误，咱生活，咱咧讲话爱清楚，可是呢，伊后来咧挂咧，咧病，伊也了解怎啥人拢无乱，啊无乱是咧讲话辛苦的，那么伊做辛苦的时阵，伊较想要做爱讲的。哦，一年问诶，我多因，伊嘛是对个父亲足爱讲诶，可是伊有法度讲出个声音出来。哦，我是感受讲，迄份诶精神啊，咱人是反正是迄份诶精神，把咱感受讲真正足感动，足无简单诶。那么呢，大家去登记了后，到尾慢慢来恶化嘛。哦。对受该种嘛是爱恶化，上天搁纪念当30担哦，30担。那么呢，这个过程当嘛，就是安尼一心尔，无二心咧办的，这是办的。伊嘛感觉讲这是上天互伊的贵气，伊才会更加珍惜，更加把握。哦，那么呢，到时间到，伊慢慢爱戴。那么要当年轻人就做关系，很惋惜，天天惋惜。可是呢，我呢也无你办会，我讲安怎？哦，阮曾大哥，伊就是啥？
先放下这个不好用的肉，因为这歹用啊嘛。你阿环虾都分辨出来，都腹部拢积水啊。哦，伊嘛是这癌细胞有能扩散。我讲医生啊，这个歹用的先天性较好嘛。都去老母娘遐，搁领着新的，搁再乘愿而来，不是更好吗？哦，啊是不是？咱人就是安尼，这个身体就无好用啊。你个老先要创啥？啊，老母就先等去啊。啊，去甲老母娘讲，我免搁烧完搁再入来，我免领一个较好用的，哦对无？所以呢，咱常常注意清楚。咱若以后等去的时阵，我咱会使甲老母娘去遐申请者。若是这个真正无好用的时阵，我老母娘这摆啊，这讲无啦。我要来领一个较好用的，哦，会当要做较久的，伊个普罗三折，毋是一单两单的，哦，爱去真长的时间呢。那普罗三折是卫生，咱时阵一个人无法度，一个人无法度啦，爱靠咱大家呢。所以呢，哦，我就讲，我们共同来期待，哦，互伊赶紧的乘愿而来，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咱今仔日。咱来看生死观，这个生死观一定爱看。哦，我来讲，阮做着亲家，伊大家拢安怎呢？因为伊本来要安宁变化，爱亲爱亲，爱拢坐咧面对他的时阵，伊来互我安怎讲呢？我这种坐伫遮哦，我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应我。我亲家你错了吧？阿弥陀佛是安怎爱着爱变咱来接应啊？哦，对无？啊！你即世人若有修有做，哪会搁人甲咱接应？因为咱未来的世界是啥？弥勒的净土嘛，无快天呐！啊，无快天有盖天就是离咱上近的嘛，对无？那么呢，咱尽大家吼的磁场，咱在思想上呢有正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就是吸收哦，先的正能量哦，咱若发报的时候，咱你就做这个甲咱决定去啊，哪会搁人甲咱接应？没有。所以呢，今仔日呢，咱来也是啊，爱了解这个物件。生分两个，生就是啥？人讲不足悲啦，啊死不足悲啦。哦，啊，就在生甲死这段过程，咱要如何来想？这来小概念。所以呢，当咱去了解你的非常的时阵，你着搁有啥物欢喜？啊，失去搁有啥物悲伤呢？真确是伫不停的转换当中的。哦，等下月亮足有，等下月亮就出一来啊，啊不停的在转换之中嘛。咱人的人生的起就是安尼啊，好对无？所以呢，当你明白无常的了解，一切拢感觉讲叫做正常。因为呢，这是咱个人的福报，哦，个人的命嘛。所以呢，真正修道是伫生活中去看着家己，去悟着家己咯。所以呢，真正的修行呢，咱讲当修行，就是对实际道理去看。哦，每一个问题都是道场。道场，咱这个是道场，因为咱个人就是道场。啊，道场要创啥？就是要咱修行的所在嘛。所以呢，当咱家己去悟着问题的时阵哦，咱就讲我是安怎去悟着问题，我问题咱遮尔较济，那么这个时阵咱来看家己，咱来修道哦。我们要修了哦，哦，那么呢，每一件的烦恼就是道场。咱有烦恼的时阵，我为什么较有烦恼？这个是课呢。那么呢，每一个的精神的显光就是道场。哦，啊，每一个念头就是道场。我来讲一个弥勒和尚的故事。那么这个念头，当咱起心动念的时阵，哦，咱就感觉我是安怎太起心动念。就是这个弥勒和尚呢，有一天。伊讨出去化缘，那么伊化缘的时阵呢，我落大雨，啊，落雨，看着下天，伊就想讲这有难度。那么呢，伊就要招庇护嘛。即摆叫我问的时阵呢，伊讲，伊就有这个仆人出来了吼。伊讲我敢会当，恁遮敢会当互我招庇护者？伊讲我来问一摆问我的原话。那么呢，因原话出来，我讲安怎呢？不可以，袂使。那么你讲啊，无我卖去你住恁兜，我
有段用金卡就好啦。伊讲用金卡也是不可以。哇！啊，你说啥人可能来互美国人？那么呢，迄个讲当下的咱啊，啊，这你会想安怎？你敢想讲哦？你这个关有够无聊的，啊，甲你比一个尔，啊，比一个年纪卡也袂使，是毋是会像安尼？那我可能会像安尼。可是这个回想呢，人伊是像安尼哦，伊就甲啥呢？甲这个夫人讲，请恁外婆名做啥？哦，那么伊这个夫人讲，阮外婆名做啥物？某某某。哦，啊，这个微笑就较低的啊，那么地里照，我的拉波啊，所以叫做灵体不是，伊就真到喜啊。那么从伊的名较写入去，叫你长生入会。你互伊食100个，长生入会，就是讲啥呢？伊咧念经的所在，打一个牌啊，啊写迄个人迄关话的名，把迄呢念经回向互伊。因为伊家己想，我今仔遇了一件代志的中间，伊有心态无来欢喜吼，我真实有结善缘，所以这个善缘最重要呢。我就是无交结善缘嘛，我交结恶缘，伊含年纪较大我哩，所以呢，我即摆家己要念经回向互伊，我要交伊结善缘，大家拢讲我要交伊结善缘，我要交伊结善缘，那么呢，3天后，伊带了伊太太。迄个这个拜拜，伊即个看到较低的名，哦，啊，就有一个小回想，啊是安怎？这个长生入会是啊，较有我的名，哦，伊才甲讲即个过程，哦，阮师父第3天是安怎，哦，咱家是即个原话听了以告见笑，哦，怎请即个回想出来，甲回信咧。那么呢，甲回信咧了后呢，即个原话了摕一个故事。对的，哦，虽然当咱起这个念头的时阵，这叫做得力，这就是要咱学的这个功课，我们生命中的功课，哦。那么咱面对上海时阵，唯有微笑是豁达。咱当上海咱的时阵，咱要叫想的吗？要叫计较吗？哦，要微笑就好了。哦，这代表咱的心境就是很豁达。那么咱面对不足的时阵，咱无去啊理会，是怎样的情况？那么咱简单不是懦弱，而是宽容，要亲像安心。咱拢知影安心吼，伊拢是对人靠下落。那么以前咱看，伊他是忍耐，因为伊细汉时阵就无老爸无老母，啊，可是呢，伊老爸老母呢，老下一头光镜，哦，大家拢袂惊。伊就把伊的立下志向讲，我以后要做上来吃人国地的一番事业。那么呢，伊就把伊带练剑，可是呢，练剑嘛是爱到爱拍呢，爱都你要趁钱呢，无钱通买米呢，所以就去钓鱼。去钓鱼的时阵吼，一天打钓，伊买换米嘛。那么呢，多3个台币的，就徛到伊面头前。你若家己用你保证对我这个，我饲落，哦，安尼吼，我就讲你是英雄。若唔敢你对我头旁的我2回，安尼就对啦。那么这个韩信呢，一小小的年纪，一个经验的，想要甲拄落哦，可是伊想着上来，伊妈妈改口来，凡事忍耐，凡事爱忍耐。所以呢，伊怎感觉讲，忍耐不是懦弱，我包容他，所以怎感认为？那么呢，经过某种语料以后，就是汉代大将军嘛。那么呢，做大将军当来时阵哦，这3个太子的足惊嘞，我把这声惨嘛，我老怕的就对啦。那么汉时呢，就爱叫伊3个太子来哦，感谢呢，感谢呢，伊讲今仔日我会感谢恁3个，因为恁3个就是我激发我的潜能。哦，虽然是表面上是无用，可是咧激发我的潜能。我今仔日会当成为大将军，我要互你做副将。哦，咱来想，
迄个道路是非常多。哦，所以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不变。啊，对无？咱人无论人年的中间，哦，人年中间咱爱转弯，转弯就是啥呢？咱有就是个代志咯，人讲百花丛林过，遍猎战胜。咱就是讲啥呢？行过百花中间，这个花拢无着咱幸福，因为我们不是说，因为咱已经足够大嘛，咱的心境已经高，咱的境界已经足高。哦，毋但会当安尼啊，啊袂当好咧。所以呢，咱地位是不就是比我较强的这个打斗，地位是要会当互咱规划未来，展望未来的结果。是咱这个高手话的讲法点。咱地位吼，没有哦，伊是不合理的，这个特点呢，自然咱要有准备。哦，那么地位是要互咱会当互咱看到过去，这点未来。因为呢，咱自修的以来，咱去十当。咱家己去思考一下，我意识有提升，哦，我到底前进偌济？我是毋是较早做乌事，即摆已经较袂是？哦，我较早呢，也是亲像咱分到哦，做美李先生呢，即摆是李先生的事实较少了，哦对无？哎，即分中咧提升呢，我较早是提时间拢较长，减低，这就是咧维护过去嘛，对无？哦，啊，展望未来，我无爱想哦。我一世人真正若无爱想哦，人讲咱遇到代志，甲你讲一世修，啊要一世行，啊若无安尼，哪有可能？对无？所以呢，这物件就是啥呢？是一个意，哦，老师要甲咱讲这个意的就是安尼。那么呢，修行不是为了佛，而是为了看着咱家己的自性不好。咱今仔日爱用地位。哦，存在只是高温安全。咱今仔日若我用这个地位来应付的中间呢，咱是讲是种足欢喜哦。所以地位人生要用啥？加减乘除。要咱加人，要加什么？哦，啊，要咱减，要咱乘，要咱除。哦，这地位人生这世间没有用的。咱加就是累积嘛，累积。今仔咱身体要健康，咱就爱运动。亲像我婆婆拢重点就必爱运动。哦，这就是咧累积嘛，累积咧互身体健康的这个可能性嘛。哦，对无？那么呢，咱想要有钱，咱是爱趁钱，这是累积嘛。那么今仔日哦，咱的意义就要提升，咱一定爱求得它。我们的道行一定要不断的增加。哦，得好哦。啊，减呢要减到啥？因为咱的攀缘、咱的欲望、咱的劣根性、咱的习性、咱的品性太济嘛。哦，咱来把它减掉。哦，啊，搁比讲食的物件，咱食这水煎，大家可能会是讲做咱食素食啊，啊，有可能会嘛，搁有加要食粗的物件。那么咱爱减食。哦，减食对咱的身体第一健康。第二，咱的心情丰富，所以呢，最好是慢食。哦，啊，若慢慢逐礼拜是爱减食。那么咸呢，成法要用什么？用什么语言来用这个成？就是大人的这个，大人爱用成法。哦，大人用成法是安怎？比如讲，互我大金，大一个，啊，金可以大两个。两个可以倒4个，4个可以倒8个，8个可以倒10个，就是8、4、13，哦对无？那么呢，今仔日我倒一个啦，中间2880个。伊的9元7组2880个拢很感谢我，因为呢，人讲一柱有道9元7组解将光啊，沾光，哦。啊，若一柱成道9元7组是超生哦，哦，真厉害啊！咱家想遮尔刚好，哦，啊，所以呢，咱今仔带一个人，哦，对方的9元7组就2880个，咱若带10个，后壁佫加一个2，带100个，后壁佫加一个2，这是用乘法，哦，乘法倍数嘛。那么除就是要除掉咱的罪孽，
要消咱个酸性因果，所以呢，咱只是咱靠个员工的权，这物件。人讲世间有三种人，心亲像水，人讲心是真冷的，那么呢，迄个心就是真冷的，伊是自卑以下，看到众生，伊希望众生会当去苦难。那么呢，有一款人，叫做平凡人，伊就是讲啥呢？当咱有代志的时阵，伊也写伫咧啥沙滩，沙滩是个海水来落起来，那么来水消失，伊会执着一点点啊。那么第三种人就是无耻的人，亲像伊咧石头上咧捡石共款。咱若去爬山的时阵拢有看到人石头咧捡命。那么捡命的时阵，经过100担嘛去离个。那么就亲像咱人今仔日若无地位那即个无耻的经济进在咱的法室当中，永远无法度磨灭，无法度消失去，就亲像咱捡的这石头上的石头款。所以呢，咱地位对咱来讲是会使讲非常非常。那么道德经呢，咱来讲，伊讲比食不言，言食不低，赛其对比其文，出其者改其文，讲道义理，是天道。那么这简单解释一下，那么知影的人伊就会讲，信你所讲话，一言之中，千语是无用啊。所以呢，言教不低，那会讲的人，伊无一定了解真相。那么呢，今仔咱正在时阵，爱赛其对，就是讲把咱这个论文甲翻翻落起来比英文，触其就是讲咱心中的罪，咱来除掉，我们要吃掉。该疑问的提供，当然就是好众生而为不同。因为咱今仔要做众生，就爱行做伙，是缘道。这个行就是讲非常缘道，叫做合同。那么呢，地位甲聪明是差别。那么地位是一款生存的能力，地位就是生存一款的边界。所以聪明甲地位是无同。聪明就是要生存的能力尔，可是呢，伊地位是一款境界。第二就是讲，地位人专咧做迄个无趁钱生意，聪明的人呢是甲谈的是扩张。咱地位人当是专拢咧做迄个无趁钱生意，拢食家己的饭咧烦恼别人代志。世间人聪明的人，伊是趁钱去水，物件是难，无谁开。对无？那么第三呢，聪明的人伊会当把握，伊会知影什么时阵应该爱出手。可是地位的人呢，伊知影讲什么时阵要安怎放手，放手。一个人是要安怎出手，这无同。聪明的人伊会想要把家己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爱惜。那么呢，伊也是互别人把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伊家己做幕后的。所以呢，这地位甲聪明是差别的，是差别的。那么今仔为什么要有地位？因为咱无耻。那么呢，有做法来讲，以前一些学的，较就是细人不如幼稚，积言心的不良之风，输家百姓地界是得现行。所以呢，咱通过这话有做对，咱必须爱这个条件，地界来把咱是得现行，互咱地位咱先查。那么什么时阵需要地位？就做法来讲，欢乐暗地中上思是业，而迄个欢乐就真像伫暗地中间一点点仔放落。那么呢，欢乐暗地中就讲，记录了人事物、家庭的因缘，环境上、身体上，咱心中有足侪性格的时阵，咱的经济上发生问题的时阵。迄种叫做暗体，叫做暗体中嘛。迄个时阵，咱人心中的烦恼特别多，迄个时阵更加爱伊。所以呢，迄个时阵呢，咱更加爱听道理。有人讲，你看人啊，咱今仔日去上班呢，哎呦，我身体上无好啦，无就我即摆心情无好啦，阮兜代志一大堆啦。那么这个时阵，更加爱着有人听道理。因为呢，只是真正的物件，到我就甲你解决。
所以呢，今仔日要做地位呢，一定爱先一点从地位出发，咱一定爱透过经济，咱的人心爱有扎根，咱来保有建设。所以呢，较早阿拉伯真做地位故事，伊讲17家六德，因为呢，因老爸要当医生，老嘛17家六德。那么呢，伊有3个囝，老大会当叫做儿子。